来看桃园龟山的中义路一段，早起有汽车去弄到自来水排气的白露露，造成路面淹水哦。汽车的驾驶嘛轻伤，自来水公司嘛表示讲会向汽车驾驶要求赔偿。 因为自来水的排气管刷弄断去，真侪自来水全甲路面拢是。代志是伫初五早起7点外发生的，桃园龟山中义路一段龟山往南口的方向，现场汽车甲机车相压，造成排气管受损，水流甲规个路面拢是。 北上啊，一个那个老人家骑摩托车要过来嘛，老人家说我没有看到车子北上啊，他就闪他嘛，闪到撞安全岛那边。 现场因为弄甲真大力，汽车的车头拢冒起，还佫有一台倒伫涂骹的奥多麦，事故造成汽车驾驶正手的手铐红佫肿，骑机车人身躯真侪所在刺伤，双方周测值拢是0，由消防救护人员送医治疗，无生命危险。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中义路一段直行往林口方向，洪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由慢车道欲回转龟山方向，两车发生擦撞。 自小客车撞击分隔岛的自来水截流阀。初步了解，事故发生原因是乌车自用小客车是直行，骑机车人准备转弯穿过车路的时阵，自用小客车因为闪袂赴，煞去弄到中央分隔岛的自来水排气管。详细车祸原因也有待查清楚。自来水公司已经派人员第一时间把水关起来，嘛备料了后进行修理，后续会向肇事者求赔偿。记者采访报道。